主后2022年10月初8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愿真理甲咱同在。圣经约翰二书第1章1节到13节。我长老写批，互受拣选的夫人甲你的囝儿，我真心疼恁，毋但我，连所有认捌真理的人嘛疼恁，因为真理踮伫咱内面，会永远甲咱同在。愿父上帝甲父的囝耶稣基督赐咱恩典、怜悯甲平安，互咱的生活充满真理甲仁爱。我非常欢喜，因为我发现你的囝儿中间有人尊叹父的诫命，实行真理。夫人啊，我要求你，咱着相听。我咧写互你的，毋是新的诫命，是咱对起头就领受的。咱照上帝的诫命生活，就是听。这个诫命是恁对起头所听到的，着照这个诫命生活。有真侪迷惑者已经来到这世间，因毋公开承认耶稣基督做人来世间。这款人是迷惑的，是基督的敌对者。着小心，恁所做的工才袂落空，反倒会得到充足的报赏。偏离无坚守基督教示的人，无甲上帝结连；坚守教示的人，才有甲父以及囝结连。若有人去恁遐所传违背即款的教示，毋通接纳伊入恁的厝，嘛毋通甲伊请安，因为甲伊请安就是参与伊的歹行为。我也有真侪话爱写，毋过无爱用纸笔。我较毋望去恁遐当面甲恁讲，通互咱的欢喜充满。甲你偏偏受拣选，迄个姊妹的囝儿要甲你请安以上。愿真理甲咱同在，甲朋友相处，互相关心彼此的家庭，甲生活近况。闲聊之间，听到一位家己也认捌的姊妹，最近生活有一点仔辛苦。这位的先生互某一个教派教会吸引去，非常投入伫迄间教会传教活动，常常毋转去厝呢，平常也毋分担厝呢的工课。伫接受迄个教会的装备课程了后，伊开始用传道人的身份自称，佮否定原本教会教导的信仰教义。边仔人认为伊的行为愈来愈无对当，拢甲伊苦劝。就算火热投入目前的教派，还是爱照顾家庭。总是伊并无接纳朋友的意见，反倒搁较认定现在聚会的所在才是真正的教会。伫初代教会，礼拜聚会的场所大部分是踮信徒的家庭为主，所以逐个家庭教会拢有机会接待无同的传道者来到伫因中间，佮接受这个传道者的教示。只是伫这个巡回的传道者中间，有的并无认耶稣做基督，对基督的身份还抱持着怀疑，也是否定的态度。有的心怀不轨，假借教师的名行不义的代志。约翰二书的作者写这封批的目的，就是要提醒收批人务必爱封闭遐个假教师的教示，
搁较着甲遐个假教师保持距离，毋通轻易接待因，免得互信徒掠做遮个假教师既然会通进入教会，代表因所传所讲的信息是通信的，结果互信徒有错误信仰的认知，直到行偏路。真侪朋友无法度理解，为什么这位姊妹的先生会安尼投入伫新的教会？伫因的眼中，这位先生若亲像是卖过头。总是这也互咱好好反省。有一寡信徒明明早就知影耶稣是唯一道路、真理、性命，搁捌伫教会服侍，也是接受装备。那还会互一寡信仰教导偏激的教派教会起毋去咧？而且，这会互其他教派起毋去的人，信仰态度反倒转比以前搁较火热。朋友疑惑讲，减会是因为伫原来的教会中，无法度互即群人得到因想要爱的。身点多元化的社会，咱需要学习用多种角度看代志。总是这并无代表真理无一个标准。换一句话讲，基督徒应该常常思辨，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福音真理，搁检视家己的教会也是团契。是毋是有失去对真理的假释？是毋是失落疼，直到无法度互人认同甲委身伫即中间？咱也爱明白，教会团契内面本体就是什么款的人拢有。要安怎用疼互相接纳、宽勉甲成长，是基督徒需要不断学习的功课。伫教会内，无谁比谁较强，只有斗阵做伙追求真理的同在，彼此合一，毋望会当共同得到最后的奖赏。默想，我真正认捌耶稣的身份抑无？我明白所信的信仰抑无？我真正认捌耶稣的身份抑无？我明白所信的信仰抑无？做伙来祈祷。真理的主，我确信你是我唯一的救主。总是我有时阵还会无够谨慎，受到迷惑，行偏路。愿圣神提醒我通及时修正，互我始终会活伫真理甲疼的内面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